再来看另外一站车祸，嘛是伫高雄，有民众骑奥多摆无细致骑去死路，撞到红门头的护栏，不幸过往。这个路段的土地是交通部航港局的，不过航港局讲，自7年前就交予市府来管理啊。到底这条路的维护甲护栏是倒一个单位爱负责？今仔日现场会勘也是无结果。监视器画面看到，暗时一位民众骑奥多摆，向撞到车路顶的护栏，尾仔人因为受伤真严重，煞不幸死亡。这是发生伫高雄坚定新生路，民众骑奥多摆无细致骑去封闭车路，才发生事故。地点是航港局的香港区，不过航港局表示，已经把北平道路交予高雄市政府工务局管理，肇事原因也搁在调查。经了解，25岁机车骑士因不明原因自撞水泥至纽泽西护栏。201市府相关单位也来到现场会勘，高工局表示，这个路段过去是航港局委托高工局施工，尾仔高工局自1806年移交予高雄市政府来管理。不过工务局表示，因干那管理车路的通行，这个路段封闭袂当通行，不是因管的，各单位是杀来杀去。开放以及未开放的，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移交清册里面移给市政府养工处。移交完成程序完成之后，我就是交由公安机关去管养，就大概就是我行动单位就到这边的权责到这边为止这样子。这个路段为2020年到今，至少发生6件车祸，顶个月才发生1件。外界质疑，这路段并无照明的设施，原本有倒滑的标志，即卖也已经无啊。到底是倒一个单位拆落来，目前各单位拢无要标示。那一根现在没有看到，那一根到底是谁拔的？那个我们可能后续容许我们后续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先针对这个如果有造成危险，如何把危险性降低为首要目标跟任务啊。交通大队表示，会赶紧伫遮设安全指引的标志，也若这个路段的宽值是啥人负责，会勘并无结果，要等待后续相关单位讨论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